아리치시 존첸 테니 블링킨 초 리자 미만지 공트르 기프난기 사워기 창카시기 난데 유크레인지 르소시다 헨두 다니 쮸니 Rocky in the Free World JBJ 당地 Ukraine 来接住比南就熟悉的那一当，路线电过马祖公来 Blinken 说个松的。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 you. 阿人呢，切磋当年都有，最近咱们那个三强忙不西，切磋当年都有的。切磋于 Ukraine 基部切度马塔几个月嘛的，但那让往那边咱们那个切度马塔几个月的，让往跟咱们的对南面切磋当年都有的。对于这些呢，我去对当这些路子来，最大接触个这些松度。Blinken 说，乌克兰的参战配置了俄罗斯乌克兰及江西三国际中期签署的 Kharkiv 那的卡托尼多个人把这些节的，多看西多呢，用太阳米就多了，米就中就把嘛子，对比等他这些人了，俄罗斯马帮给乌克兰了公孙民大为人家比较当呢，等就接着把这。Blinken 说给参战点呢，美国这所及电下对于人不人国家机比阿个天保住这日记给罗就参加电比中的打败着，阿里前头本地是乌克兰的参战票啊，托马的桥巴当，最近俄罗斯建筑马拉呢打败了抗让你乌克兰的配把天西巴的强度，但是 Blinken 说给乌克兰民嘛了，美国乌克兰来解决电不有比带领这难度。马祖确出了俄罗斯建筑了我上切度罗就接经营，第二件呢，建筑那部科技固样的可以人类土质一般嘛子，确出于半就业界当年蒙特年咱不里来理解不错个的，对出大大黑白电啊是他们亲个院长，甚至白电错给追错去参加电比中嘛他，南上乌克兰来美日当特库，喷的当卡托跟国索马拉当那一把这些松度。西东一级巴西给俄罗斯来带到马特村的捷克土国被南巴西用给把卷度。They have a lot of political momentum. 现在当部经济国国出个的，对库拉村的捷克籍的俄罗斯籍的阿巴当主比难的，内当兰就来亲不西当地国家系统个有这些卷度。杨切给把信息给俄罗斯来带到捷克土着有比南巴西通个有讲，逻辑当你跟回来南西俄罗斯来他土个捷克连住了，打动把他人不有这些卷度。电影和咱们啦，美国这些中前成的Blinken说给乌克兰及马米祖巴西个主要被扎看西个难的，内有民奈做当很多披萨去不的。阿里龙城看个三个把3D3拉呢当那位内做的，跑就个人都是开始了网民。